OK bro，你嘅車好咗啊 ？OK，so 而家我 demo 俾你睇，一樣啦。所以如果你有出翻原廠嘅系統 ，menu hold 住拔燈3秒，1、2、3，出翻咗，一樣一定要入 auxiliary 啊，經過 auxiliary 出聲嘅。所以你記得你攞車嘅時候，所以你入翻 Android 嘅時候都係一樣，撳翻 menu hold 住3秒。OK，所以就全部入晒咗啦，同你之前嗰隻 LC300嘅一模一樣啦，嗰度得 LC300。所以而家 demo 個 camera，呢個係攬尾。OK， so 嗰時候幫你講嘅嗰個雷達 camera function， 等一等啊，前邊照到嘢嘅時候 Front 啊，佢會 auto pop up 出嚟前邊嘅畫面，睇到冇？你亦都有嗰隻 sensor display， 跟住你嘅 side camera 啊，等一下 side camera。OK， 所以就左邊，好細咗啦。